在老挝的中国经营商举办第7次老挝政府和华商商贸经验交流会。会议于2023年11月14号在首都万象举行，由计划和投资部部长坎全冯普西先生与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临时代办庞昌先生共同主持。此外，还有其他各个部长、副部长、中国商会代表和企业代表出席此次会议。坎全冯普西指出，老中两国是邻国，自古以来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两国高层领导人定期互访与交流，并构建牢固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老挝一直以来大力支持中国总书记于2013年向国际社会所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今年是该倡议10周年，这有着重大意义，因为它为促使老中两国之间和区域性的贸易关系日益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和机遇。这也符合于老挝党和政府将内陆国家转换为与地区和国际相衔接的政策。其中，该重要成果证明了此合作框架的成果，即老中高铁于2021年12月3号开通，为加强贸易关系、投资、旅游、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使老中两国及本地区更加了解、更加紧密。尽管在过去的3年里，老挝的经济以及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老挝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持续增加，特别是在2022年，老挝与中国双边贸易额增长31%。目前，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同时，中国投资者也纷纷来到老挝投资各领域，投资总额超过130亿美元，共900多个项目，是投资老挝总额最高的国家。2022年，来自中国的投资共有30家公司参与控股和承包，投资总额为3.39亿美元，其中采矿业项目18个，能源项目1个，咨询服务领域3个项目，工业和手工艺领域6个项目，卫生领域1个项目，其他领域有2个项目。计划和投资部是政府的参谋机关，负责动员和吸引国内外私营企业，同时还履行帮助支持和监督投资者的职能，以为各企业家提供便利，使得越来越多地扩大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投资。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和取消不必要的流程，包括根据地区和国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适时制定投资促进政策等。计划投资部部长还补充道，第7届政府部门与中国企业家交流论坛将是改善解决中国企业运营相关问题的重要渠道。今年，通过整理6个中国公司企业存在的，包括涉及到9个政府部门、公共工程和交通、能源和采矿、金融、自然资源和环境、工业和贸易以及农业等相关领域的21个问题，并听取了中国企业家提出的有关便利、困难与建议，为双方直接坦率交换意见创造了良好条件，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改善和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旨在扩大现有中国投资者的投资，并吸引新的投资，为老挝经济发展做出贡献。